嗱，孫宇晨最近拋出重磅嘅判斷啊！嗱，虛擬 AI 咧已經過氣啦，嗱，物理 AI 先係未來咧3年唯一嘅核心嘅大趨勢啦。回顧翻佢歷年嘅前瞻嘅眼光咧，絕對不容低估。嗱，10年前市場咧忽視咗比特幣，冇人睇好晶片嘅龍頭咧 NVIDIA 啦，唯有佢咧公開唱好啊！嗱，最終比特幣咧暴漲超過成200倍啦 ，NVIDIA 咧就大漲170倍啦。嗱，去年咧佢亦成功判斷咗短期咧就缺晶片啦，長期缺能源，儲存板塊咧永遠都係供不應求啦。嗱，隨即帶來板塊持續嘅走強啦。嗱，至今仍然都係市場穩健嘅主流啦。過去大熱嘅虛擬 AI 啊、抖包啊、DeepSeek 啊，咁只限於電腦啊、手機嘅運用啦。全新嘅物理 AI 咧實現咗技術顛覆，結合咗演算法啦、硬件同埋真實嘅場景啦，咁等 AI 可以跳出屏幕啊，走出現實，嗱，覆蓋人形機械人啊、無人機啊、自動駕駛等實體應用啊，係萬億級嘅全新產業嘅風口，正式宣布咧虛擬 AI 時代咧正式落幕啦！嗱，順住物理 AI 嘅超強趨勢啦，盤點呢個賽道嘅核心龍頭啦，當中51世界啦6651啦，為香港咧一個最正宗嘅物理 AI 嘅第一股啦。嗱，公司專注咧數碼孖生智能駕駛模擬系統啦，咁搭建物理 AI 嘅產業底層嘅基建嘅。嗱，無人機啊、自動駕駛啊、人形機器人咧呢啲嘅場景訓練啦、數據生成啊，同埋依賴咧佢嘅核心51 STEAM 嘅平台。嗱，同時51世界咧係 NVIDIA 咧港澳同埋內地咧智能駕駛模擬領域嗰度咧唯一嘅官方合作伙伴啊。技術實力咧喺行業咧都係頂尖㗎。嗱，集團咧更加推出咧全球首款咧擁有物理直覺嘅世界模型啊，業務咧落地智能駕駛啊、工業場景啊、低空經濟咧等6個核心嘅賽道啊，係物理 AI 風口裏邊咧最具潛力嘅核心嘅指標。嗱，如果大家咧想聽多啲物理 AI 嘅一啲嘅資訊啊，不妨啦去 join 我哋嘅 Kelvin 嘅群組啦，我哋啦嗰度啦有大量嘅資訊可以提供俾大家㗎，多謝。儲存嘅芯片 HBM 啦，嗱，要了解佢啦，先要啦講一講啦，佢哋同傳統嘅內存嘅分別喺邊度先？普通內存咧係平面單貨啦，